啦，剑袍对无？剑袍我有啊，你看，就伫我房间啊。不是迄啦，我想讲你看你保守，哪有可能有迄？有啊，来，这就是战袍。就战场要穿的，你讲就战场嘛会使啊，做在呢。所以讲是要穿互弟恁看的。阿姨，你若是无要离开，那我就。唔是啊，是穿互介嘅人看的。是安怎要互做剑袍？你现代人哦，实在是有够奇怪呢。你嘛是现代人啊？我是讲吼，恁少年人哦，即阵哩哩酷酷新的事哦，实在是有够多啦。我去互恁哦，舞到花洒洒呢。哎呀，这是查某人的武器，我穿这吼，嘉庆就挡袂掉啊。对啊，穿这是要互人提出勇气，唔是要去拍敌人呢。敢有说替恁朋友订钱呀，还是替你订？唔通啦，唔通啦，要穿这我唔敢啦。嘿，我来替你选一种较保守、布料较济。唔通啦，订好。听过哦。上紧哦，今日要阿嬷就会送去抢走哦。我连你订啥货我拢唔知影呢。放心啦，你若无介意，会当退回啊。混走混，谁秘书假本啦？行啊，我会跟你离开啊。摸摸手。你哪锁门啊？在乎吗？我要甲你。是秘书家门。你哪种安尼？只有咱两个，只有咱两人成功做伙，就会应该阿姨挂好走啊！这叫像咖喱。不巧啊，我刷落来，我要安怎做啊？
我希望有一天，咱是因为感情才做这个代志，不是为了要气阿姨。所以是我做唔对啊。你无唔对，大家拢就是司机唔对。我感觉就介绍的呢。没啦，不是啦，就是以后若有机会，咱嘛是共款会当搁。不是我歹势啦，我就你花点精气，我小可乱，我拍者吼。